成員啊，再加上保安啦同埋工作人員，再加上咧現場嘅500名 fans 咧，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咧，就係一個亂字啦。坐咗個半鐘頭機之後 ，WS501 抵達香港時明顯略見疲態，再加上傳媒以及歌迷突然衝入禁區，就令到被工作人員包圍住嘅 WS501 表現得相當無奈。不過相信當五子聽到歌迷超高分貝嘅尖叫聲，都即時醒返晒啊！當時無去路、退亦無路之際，金灰中都不忘同歌迷揮手啊！最後 WS501 更加一度被逼埋牆角，熱情嘅歌迷更將朴正文同大隊分隔4至5個身位，見佢想行又行唔到。哎呀，原來有位女歌迷喺佢身後攬到佢實一實噃。最後朴正文終於成功逃出，率先喺工作人員保護下登上保姆車。而另一邊廂 ，WS501 其他4位成員喺另一個通道口滯留咗大約5分鐘之後，亦由秘密通道離開。你曾經試過抽